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乐乐要去倒位？乐乐甲心心、空空、琪琪伫公园耍的时阵，乐乐雄真无精神讲。阿爸爱我紧甲物件整理好势，无后礼拜日会袂赴。当心心想要问清楚的时，乐乐煞随徛起来，表示爱赶紧转去，雄讲就甲大家握手讲再会。我也是先转去好啊，大家再会，后摆才搁做伙耍。好，乐乐拜拜。乐乐离开了后，三个朋友互相对看，感觉乐乐敢若无啥欢喜，嘛有啥物心事无甲大家讲。乐乐真开朗，毋捌安尼，几个好朋友感觉无啥对同。空空头壳绕绕地讲：乐乐讲要赶转去整理物件，无会袂赴，迄是啥物意思？敢是因兜要去旅行？心心有留烦恼讲：若是要去旅行，乐乐应该足欢喜甲咱讲啊。毋过我感觉伊的开口敢若有淡薄仔艰苦。琪琪思考一下，讲：我听阮阿公讲过，亲像乐乐阿爸遐厉害的职业野球选手，真有机会去到国外的职业球队拍球哦。若是安尼时，就爱规家伙仔搬去国外啊！乐乐敢是惊咱会伤心，才无甲咱讲。心心目头夹夹。那安尼，咱就袂当像即摆安尼，四个人定定做伙耍哦。是讲这对乐乐因兜来讲嘛是好代志，只是想到乐乐要离开啊就，要安怎才好？想到乐乐若搬厝，就袂当搁做伙耍啊！因愈想愈艰苦，不时就吐大气。空空、心心甲琪琪转去家己的厝了后，想到乐乐要搬厝，就感觉足毋甘。空空平常时转去厝，看到下晡点心，拢足欢喜的。今仔日煞无啥元气。空空，你安怎？今仔日哪会无啥胃口？是毋是身体倒位无爽快？我身体无要紧，只是今仔日甲乐乐、心心甲琪琪斗阵耍的时阵，乐乐敢若有啥物代志，就先离开啊。心心甲琪琪拢讲，看乐乐的样，伊应该是要准备搬厝。想到以后袂使常常甲乐乐做伙耍，我就感觉足艰苦的。空空的阿母了解状况了后，安慰伊讲：原来是安尼啊！也毋过，就算乐乐搬厝啊，恁也是会当保持联络，继续做好朋友哦。乐乐应该嘛毋甘要离开大家，也是讲咱来做一个鸡卵糕送互乐乐，祝福伊。好。空空点头，决定甲阿母做伙做全世界上好食的鸡卵糕送互乐乐。希望啊，乐乐就要离开啊，伊要搬去足远的所在。我想要甲你送互乐乐，像我因为有你陪伴，会当真安心。乐乐若有你陪伊到新环境，一定嘛会较安心。心心想到乐乐到新环境可能会紧张，所以决定甲家己上宝贝的翁仔送伊，希望会当陪伴乐乐，互伊安心。琪琪的阿公发现琪琪一直闷闷，一个问才知影琪琪的烦恼。
阿公，我有足侪话想要甲乐乐讲，不过我唔知影要安怎开嘴，嘛唔知影要安怎甲伊讲再会。琪琪，咱来动手做一个特别的礼物，送予乐乐好无？特别的礼物。咱来做一个会当录音的机器人，安尼你就会用得甲想要讲的话随时甲录起来，才去送予乐乐。水哦！阿公就安尼带琪琪做会当录音的机器人，互伊甲当面讲袂出嘴的话录起来，送予乐乐。礼拜透早，心心、康康甲琪琪早亲手准备的礼物来到乐乐因兜，准备甲伊讲再会。乐乐，你有伫厝里无？我伫咧，哈哈，大家今仔日哪会拢来啊？乐乐，阮有准备礼物要送你啊！哇，赞呢！不过今仔日是啥物特别的日子？你哪会当时要送我礼物？乐乐看到好朋友雄雄出现伫门骹口，阁有炸礼物，感觉真惊喜。不过嘛感觉奇怪，唔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。乐乐，你敢毋是要搬厝啊？阮是来甲你讲再会，嘛要送你搬厝礼物。哈？我无要搬厝啊！不过你迄天伫公园，敢毋是讲要赶紧转去，甲物件整理好，若无会袂好。而且你迄当时的表情嘛变甲无啥欢喜，甲平常时完全无共款，敢若是有啥物心事。阮想来想去，认为上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你要搬厝，毋过惊阮会艰苦，所以才无甲阮讲。哦，毋是啦，迄是因为阮阿爸今仔日要赶去参加爱心义卖活动，我想甲无要阁耍的佚佗物仔整理就好。不过我感觉整理物件了啊麻烦，嘛真苦恼讲到底要甲倒一项送出去。哇！我对恁真失礼，迄天无甲话交代清楚，才害恁误会啊！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是讲家仔乐乐无要搬厝，咱阁会当定定做伙耍啊！对啊，真的！听乐乐解说了，大家困扰总算是透开啊！大家全大声笑出来，嘛真加载乐乐毋是真正要搬厝。